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总会客家干事，我叫做赖德清，在天牧师赖德清，赖清德，甲变过来的。咱的副总统叫赖清德，赖德清，就好记哈。感谢上帝。我将今仔圣言节用刻意搁读一摆哈。无论因为无论对嘛个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嘅。迄聪明人也迄有用嘅，爱拢总欠记定嘅在信心软弱嘅人当中，爱叫做软弱嘅人，为着爱得到软弱嘅人，总讲在嘛个勇嘅人中间，爱叫做嘛个勇嘅人，无论用嘛个方法，爱总爱救着人。这是今仔日客家圣经，感谢上帝。咱今日题目是为主的客家，为主的客家。咱要向汉人、客家人来传福音。咱今日圣经在有讲到两种人吼，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受到客家文化有来影响有教养的人，就是讲的迄聪明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未开发的、无文化、野蛮的人、愚妄的人。毋过，这两种人呢，咱拢欠伊福音的罪。所以保罗伫遐讲，爱迫切甲福音传予外族的人，这是出于责任感。那亲像欠钱要还钱的这种的责任，这种的迫切。所以咱亲像迄个欠钱啊，咱欠人钱啊，暗时困袂去吼。欠钱要还钱，迄种的迫切，所以伫遐欠传福音的罪。保罗确信传福音的大能，要带互人丰盛的性命。福音要对人，将人对迄个丧向的心、会败坏的身体、有限的人生，甲伊呼救起来。呼救起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生的愿望。这就是今仔日咱的圣言节吼。汉人要传福音，今仔圣言节。要甲大家分享客家啦吼。咱想了客家，咱想了什么呢？客家就是一个族群，我甲大家介绍，一个族群经过战争，经过千刷真对风土这种文化，甲败退，甲征战，甲其他族群相拍，伫遐离开家乡，不断千刷换所在去追求适合徛起的所在。所以这个族群叫做人客啦，人客一直搬厝嘛，人客。客家叫做伊的名叫做客家，所以毋是主人呢，是人客呢。毋过伫信仰的内底，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已经找到属灵的家，就是上帝的家。所以无论你倒落找到上帝的家，都是毋是人客啊啦。无论去倒位找到上帝的家，找到属灵的家，安就是毋是人客，是主人啦。感谢上帝。好。咱常常讲客家是啥物啊？客家我都无看到呢。我看到的拢是河洛人嘛。客家伫倒位？因为汉人最后美起来吼。毋过我甲大家搁一摆来分享客家伫你的身躯边。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食物、客家就是伫你的身躯边，汉人嘛伫你的身躯边啦，美伫咱的中间啦。好，民以食为天，咱先来讲食的部分。咱的客家的食的物件吼，实在啊，有一个精神叫做食材尽用啦吼，就是讲所有的物件拢要甲食落去啊，毋通浪费啊吼。所以咱食了猪肠啊，猪肠、鸡肠、猪肚下水北来吼，咱台湾人食的物件吼，这种物件都是所有的食材拢甲食落去，毋通讨济啦吼。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吼，汉人吼，搁食的落饭啦，配饭。袂使卖菜卖食较济，会落饭吼。所以味较重吼，所以咱食客家的菜味较重吼。这是这就是毋免食汉济菜，这是客家的菜的特色。营养，因为爱蛋白质吼，较有溃烂吼。所以安尼做工课较有溃烂，所以呢，就是爱有营养。所以咱逐拄仔讲这北来吼，这拢是有蛋白质的，食落去真健康，有溃烂安尼吼。所以
这就是客家的食材，客家的食物。来，我有找几项要特别互大家看吼。酸菜猪肚汤，这是客家的菜哦吼。生菜地豆汤，这客家的菜哦吼。搁看者，我特别甲咱说一下吼。梅干扣肉，梅干扣肉是客家的菜哦吼。你毋通讲这河洛菜毋是，这客家的菜哦吼。搁看者哦，搁看者客家，梅干扣肉，过来葱爆鱿鱼，这是客家小炒啦吼。客家小炒，伊的名的客家，这绝对无毋对。客家小炒，这嘛是客家的菜吼，伊就一堆物件甲炒做伙吼。咱的特色就是一堆物件甲炒做伙安尼啦吼。过来吼，搁看者雄狮炒菜场，鸠丝炒大肠，这嘛是客家的菜哦。你看肠啊，美国人无食肠啊，咱台湾人这是客家的，是啥物拢甲食落去啦。所以姜丝炒大肠，过来客家咸猪肉，客家咸猪肉，这咸咸较会落饭啊吼。所以客家咸猪肉，这嘛是客家的菜。兄弟姊妹，你拢有食过客家？你嘛去讲客家伫倒？你逐工拢食客家的菜咩？足落饭，佮食了足有气力的吼。好，佮甲大家分享即个客家擂茶。客家擂茶嘛是客家的物件无，伊就叫客家嘛，客家嘛吼。这什么货呢？就是像讲迄果子食春的啦吼，土豆食春的啦吼，即个地叶食春的，拢甲磨做粉啦，甲摕落落磨做擂做粉，叫做客家擂茶。擂足忝的，所以迄其实是很累啦吼。到尾讲变做擂啦吼，其实本来是讲很累啦，足忝的啦吼。但是到尾讲做变擂茶的啦吼，擂茶吼，所以我甲恁讲，迄本来是很累的意思，足忝的。就将这物件拢甲擂做粉吼，甲泡茶，用滚水甲泡的，拢甲啉落去吼，足营养的啦吼。其实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啥物拢会当食落去啦吼，甲透透的，足骨力的，真好食啦吼。这叫做客家擂茶，恁拢有食过吼？对，感谢上帝。好，咱过来看土豆油。你讲无输土豆油，那是恁客家的。我甲你讲，土豆油就是客家。咱的客家将这个土豆吼，土豆客语叫做番挑呢，番挑是安尼进口的物件哦。毋过呢，伊呢，这个土豆呢，用火甲烘烘咧，互芳芳吼，用大粒石头甲煮咧，油怎走出来？所以咱即摆有讲，咱的客家的煎饼，迄个用土豆油是用油车落去做，迄个油车是啥物啊？油车拄开始是大粒石头呢，是大粒石头叫做油车，所以迄个土豆油的来源是客家的煎饼的技术所做出来。土豆油足芳，恁拢食土豆油，知影迄是客家的物件吼。感谢上帝。咱过来客家吉啦，吉地，吉嘞，客语讲吉嘞吼。客家的吉嘞，咱去客庄参观啊，去佚佗吼，看到吼，迄吉啊有迄个吉仔皮吼，甲烘好焦焦吼，就会当食落去，迄叫做果干呐，吉仔的果干呐。这吉仔的汁吼，甲泡做汁来啉吼，就是吉仔汁。吉仔汁，大家拢知影讲，鸡痰化扫，鸡痰化痰鸡扫，化痰鸡扫吼，健胃健肠吼，这是咱的吉仔茶啦吼。若做咸的吼，就是迄个吉种啦，吉种就是阮菜吼，猪肉甲撒的阮菜吼，这吉种。所以咱去客庄拢有食吉仔吼，迄是吉仔是好物啦吼。但是咱客家的精神是规拢甲食落去，所以咱皮啦、汁啦、内底纤维拢食落去，迄就是客家的精神吼。所以各兄弟姊妹，咱客家吼是足欠的啦，客家吉种、客家吉茶足欠的啦。所以咱会晓讲即句。西妹暗讲，小姐你足水的，其实毋是水尔咧，带着客家的小姐足顾家啦，吼，安尼欠钱，捏钱，栽培囡仔，所以带着客家的小姐是非常幸福，足幸福的啦，吼，感谢上帝。搁看者哈，客家花布的起源吼，咱今仔一定要搁一摆熟悉客家啦，吼，咱。今仔我转2块布互恁看嘛，吼，这2块就是客家花布嘛，咱搁有一个长老教会的份额补会，表示讲咱这毋是咧卖物件，迄个商业客家，咱是信仰的客家吼，所以咱是信仰的客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份额补会的客家吼。
好，感谢上帝。客家人过去吼，咱要买一块布，就是一匹布，讲一匹布吼，一匹布来做衫，做一领衫是不得了呢吼。一匹布做衫，安尼足宝贵的。啊，这衫若破去吼，旧去足毋甘的啦。破旧去，就甲迄个还阁好的布甲加起来，啊，阁加起来吼，啊，阁甲斗斗咧吼，天做伙阁做一领衫啦。吼，还是阁倒一块布吼，做一块厨房的布，还是做倒巾，安尼叫做，这就是客家花布的起源。啊，咱即马讲贴布，贴布我甲你讲，贴布就是客家花布的起源，就是过去啊一块一块安尼甲贴起来，啊，佫会当用啦吼，啊，所以真欠呢，吼，啊，咱即马贴布是讲好耍的，毋是过去拢毋是好耍，迄是欠啦，吼，所以客家花布的起源是一块一块贴起来，啊，咱即马客家花布拢是一块一块遮尔水，拢是完整的，毋过咱毋通袂记，伊过去是一块一块啊贴起来的，啊，客家的小姐吼，客家的妇人家吼。有真人真欠，啊，真会做，足够添衫的，啊，真顾家，逐个拢足够添衫的吼，啊，所以这衫拢家己做的安尼吼，做衫来穿吼，好，你看这拢客家花布吼，一块一块足水吼，感谢上帝吼，上帝赏赐互咱的客家花布足水的，感谢上帝。好。咱认捌即个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精神、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精神就是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文化啦。啊，咱台湾的精神、客家的精神就是应景吼，咱讲这应景精神吼，包括什么货咧？忠义、忠心、仁义、勤俭、适应咱哦啊，迄个可怜啊，含即个学了人相拍，咱的闽客戒斗，咱有听过即句话，闽客戒斗啊，含。迄个好了人相拍输啊，人较少嘛，拍输互赶去迄个较草地的所在，迄个荒山野外较贫穷的所在，所以呢，安尼送乡啦。啊，但是呢，因为客家精神就伫迄个送乡的所在嘛，爱拍拼甲生存落去啦。啊，拍拼来生活，所以有真个好的适应力啦吼，啊，足骨力的吼，啊，敬老尊贤啦，因为这老人技术拢足好的啊吼，啊，所以尊敬老人啦，啊，刻苦耐劳，安尼伫迄个困难的所在拍拼做事啊，趁钱啊，安尼勤俭吼，啊，坚持拍拼，这个印证就是坚持落去，拍拼落去。啊，坚定奋发，就是爱努力啦吼，永远都无妥协，爱努力，这就是应景精神。这种精神嘛是咱台湾的精神啦，感谢上帝吼。所以咱台湾的精神，客家精神是真宝贵，咱来继续甲伊维持落去，保持落去啊。感谢上帝。好，客家人重视子孙的教育。咱有听过一句话哦，美容出博士，凤林出校长。你有听过这句话无？美容足侪博士咧，出博士，凤林出足侪校长咧。啊，这是全台湾哦，诶乡镇吼上有名的咯，就是美容的博士上侪，凤林的校长上侪。表示讲，即个汉人啊，足重视教育的啦吼，足重视教育，即子孙的教育啦吼。啊，凤林国中的上第一个校长是张启仁，就是迄个28受难者之一啦。啊，对地方教会嘛，对地方嘛真有贡献，吼，这个张启仁是第一个校长。啊，这个汉人真重视子孙的教育，啊是毋茫讲吼，啊这个功课吼，到咱一代就好，后一代就愈来愈好啦，香火爱传落去啦，啊子孙爱出头啦，祖先来保庇啦，啊所以咱去客庄看到足侪迄个宗祠吼，单偌带，哇，这祖先拢囥做迄个拜吼，就毋茫讲吼，祖先会甲咱保庇，啊这是客家的传统，无毋对，毋过感谢上帝，有上帝要改变啦吼，就是。咱客家人真勤俭，因为生活中，咱的生命中经历着变迁、送乡被排斥，啊，这种艰苦，啊，这种困难，啊，但是信耶稣会当帮助咱对迄个送乡的迄种惊吓甲透放出来。今仔日客家基督徒，虽然咱可能嘛阁足欠的啦，毋是咱即摆欠是对上帝的感谢甲祝福啦，我们祈福哦吼，啊，但是咱。伫福音内底，咱要体会着即个族群的接纳。咱伫内底，咱毋免阁像永存吼，含即个好多人相拍啦吼。咱伫互相接纳，体会着上帝赏赐的平安，体会着即个上帝互咱的子孙伫上帝的保守内底，来传承落去一代一代。咱要体会着上帝的保守。毋是迄个祖先的保庇啦吼，上帝的保守。咱的子孙甲咱的祖先拢互上帝来保护、来保守，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伫遐要体会到迄个永生的愿望，
即种一代一代在个人即种子孙，咱要体会着上帝互咱的永生的愿望，咱要体会着迄个救恩的喜乐。所以兄弟姊妹，爱对汉人来传福音啦。汉人是非常需要福音的，这个族群是非常需要福音的。迄个宋乡伫内底，伫宋乡内底体会着上帝的丰盛啊，伫迄种有限伫遐的环境内底，要体会着上帝的保守。所以汉人是非常需要福音，咱爱有责任甲对汉人传福音，这就是咱的责任啦吼！感谢上帝。好，我来介绍一寡咱的客家的人物这第一个是赵万昌赵万昌长老，我想要介绍伊呢，伊是迄个屏东嘉东教会的名誉长老教会长老伊是非常我大概拄着伊拢笑眯眯、面圆圆，足古锥的伊讲传福音是伊上快乐的代志，因为伊一家拢安尼讲，50年的拢去教到传福音，用伫遐唱客语的歌互大家听，伫遐做真济客语的歌，伫咱的姓氏拢有啦所以我感觉赵万昌长老这种传福音的精神50年无改变，伫教到传福音的这种精神，伫教会来传福音，真拍拼。所以这种的精神是去年他过身82岁他过身来看赵万昌长老的相片赵万昌长老是嘉东教会嘉东教会，伊做这个爱出世做客家人是这条歌真有名所以伊的原本的原型是这条爱出世做客家人，对细汉我就讲客话爸母教导我就安怎做人我勤俭读册来传家来传家。我宁可我的祖先、我的厝甲我的田会当卖去我嘛毋通卖记你祖先的这种话啦，就是无语啦，毋通卖记祖先的话，这个客语我宁可这个厝甲田卖去嘛，毋通卖记你这个祖先的话我感觉这种精神是咱会当学习的，咱的母语爱流传落去这是非常宝贵我来唱这条歌，大家听一下。爱出世做客家人，从小会讲客家话，父母教育爱做人，勤俭工头来传家。你爱祖宗好，莫忘祖宗伤，俩系祖先流传给今年。你爱祖宗好，莫忘祖宗伤，俩系祖先流传给今年。感谢上帝这个长老阁有做一条眼镜神嘛眼镜神嘛是姓氏有的，所以这条歌嘛是足宝贵的眼镜神嘛。咱刚好要唱，这条咱会晓唱眼镜神嘛。眼镜神嘛，你爱赞美主上帝。眼镜神嘛，你爱赞美主上帝。我唱到遮就好啦感谢上帝好，我搁要介绍一个咱的客家的前辈，就是彭德贵牧师。恁大家行一个对吧彭德贵牧师就是咱的牧师妹彭牧师。我为着要讲伊的代，特别去甲伊拜访我特别去实际去甲伊看啦，因为牧师过去几年拢是代表客家伫即个所在来讲道，过去几年，但是牧师你讲袂使，我今年袂使叫伊我感觉我一定要来看牧师。牧师身体即马无遐尼好势，所以伊讲叫我甲恁请安呢。所以咱爱为牧师祈祷迄牧师是双连教会的退休牧师，伊退休了，受着双连教会支持，伫客庄的所在做真水的工。伫遐看到
客家宣教伫河洛中会的困难啦，即个限制，因为新竹所在、新竹的所在足侪汉人的，毋过咱拢伫平地教会、河洛人的教会做礼拜，结果拢讲河洛话，拢无讲客语啦，所以偏牧师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啦，咱就爱来帮咱成立即个客家中会啦。所以客家中会即摆是真侪拢用合法嘛，所以伫即个咱来支持，咱的双连教会支持，兄弟姊妹支持来促成即个客家中会。感谢上帝，我甲伊翕相即张我翕的哦，我翕的哦，彭牧师有足水的引导，我感觉伊即相片足有精神的感谢上帝。好，伫双连教会支持组成即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做主意即个甲圣经客语圣经甲即台语翻做客语啊，所以咱毋通想讲迄啥物高人做，毋是就是咱双连教会支持所做的咱的客语圣经，所以咱大拄仔有听到客语圣经嘛伫遐。客语圣经会当诚做学客语的教材，所以伫迄个客庄即传教者拢读客语圣经，安尼学客语有诶是河洛人去做客家地区宣教，也是宣教师，伫咱爱学客语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安尼来学客语。所以感谢上帝，客语圣经是咱的宝贝，毋过客语圣经嘛是咱双连教会伫遮支持咱的篇牧师伫遮来翻译出来，感谢上帝。好。伫双连教会设立客语团契，真正实在是真宝贵呢。拄开始几个兄弟姊妹伫拜三的早时伫遐三甲做伙聚会，愈来人愈来愈侪这拢牧师甲我讲的彭牧师亲口甲我讲的伊讲人愈来愈侪，到尾仔就成立即个客语礼拜，所以伫拜六下早成立即个客语礼拜。后尾仔呢，足侪人足爱来参加客语礼拜，毋是只有汉人呢。普通，咱的河洛人嘛来学客语，客家的歌足好听，恁大都有听着嘛？客家的歌足好听，所以咧，伫遐咱的客语团契嘛，诚做真侪，即个客庄的教会足好，有时咱会请因来分享，伫遐为因奉献，感谢上帝。所以伫双连教会成立客家的团契，感谢上帝。我直接要感谢咱的双连教会啦，因为若无双连教会支持就无平地贵牧师的客家的事工啦。若无双连教会甲平地贵牧师，可能根本就无客家中会啦，可能根本就无客家中会啦，嘛可能根本就无客语圣经的翻译的完成啦。所以兄弟姊妹无客语礼拜所以咱做的工是非常的水。咱的族群宣教伫客家宣教，咱做的工是真水啦，感谢上帝。咱双连教会是模范生啦，咱是模范生啦。但是各位兄弟姊妹，模范生嘛是爱继续努力才有好的成绩啦。模范生嘛爱继续努力才有好的成绩。所以我伫遮搁一摆邀请，咱伫客家宣教，咱有份；伫上帝阁有份。咱有一工，迄上帝要甲迄个真水的迄个咱的客家的宣教免流放伫咱的头壳顶。感谢上帝。牧师甲大家请安，伊82岁无简单哦。咱袂当要求一个人永远含咱做伙做即个客家的工，毋过咱的即个客家宣教即个会证一定要继续来努力，继续来传落去。感谢上帝。好，我过来讲一个人，就是我啦，赖德清牧师。大家讲牧师你有够捧好，你是安怎？你讲你家己，但是兄弟姊妹，我要甲大家讲，这是我伫迄个组织伫遐主持客语圣餐客家圣餐族群互相接纳、互相分享但是我甲大家分享，基督徒人生是为着主来活，所以荣耀是归伫上帝。咱无通有啥物通夸口的，咱夸口只有主耶稣的恩典。咱无啥物通夸口，咱夸口只有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咱的人生也是要为着主来活，咱的荣耀是要归伫上帝。所以，咱免惊，咱来为主做见证。而且我要甲大家分享学客语的经验，嘛是讲学台湾话的经验啦我要甲大家分享学客语的经验，佮学台湾话经验。第二是客家的精神，台湾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各位兄弟姊妹，我爸爸是家己溪口的汉人啊，伊家己溪口，但是伊少年的时就搬来高雄啊，搬来高雄呢，到尾伫河洛教会伫高雄三民教会做长老呢。台语愈讲愈好，客语愈来愈袂晓讲啦拢愈来愈袂记去啊！我伫高雄出世的，我伫高雄出世，我对细汉拢无讲合法呢。
但是我甲阮爸爸讲吼，我要来做客家干事好无？伊讲哦，真好，吼，咱的祖先一定真欢喜，所以我就来做客家的干事。不过我拢袂晓客语呢，所以我就开始拍拼学客语啊。我开始拍拼学客语，各位兄弟姊妹，我用2冬的时间，2冬的时间吼，2年咯，用2冬的时间甲客语对初级、中级、中高级甲学起来，得到政府所颁发的客语的老师的证照，我会当去学教客语。各位兄弟姊妹，我要甲大家讲吼，学客语，咱的学母语，咱学母语有3种的情形。第一个就是家庭教育啦，家庭教育，你伫厝你甲恁囡仔教，甲恁孙教吼，安尼实在有够好的啦，伊拢学会晓，你即细汉甲教，伊一定学会晓的啦。毋过咱有的人无即个机会呢吼，即摆尤其是即摆吼，第二随机学习。咱细汉都无人甲咱教，是讲吼，咱就拢一直迄个环境拢讲华语，我都袂晓讲，我细汉无机会讲。那安尼你就是有机会，你就学习啦。你有机会，你就来学习。咱今仔日双南教会聚会，咱有客语团课，你就先煞去学者新山，你就到尾拢新山会啊啦吼。所以这是随机学习，有机会你就学习。我讲的毋是只有客语哦，河洛话嘛是共款哦吼，河洛话嘛是共款。第三，咱学母语、学客语、学母语、台语嘛是共款啦吼，是意志甲决心，意志甲决心，我决定要甲学会晓。兄弟姊妹，你有决心，你一定会当完成的。你毋通甲我讲你学袂，我学客语的是50岁安尼，你毋通讲你无少年，无我已经嘛无少年啦。咱学母语，咱有决心、有意志，你一定学会晓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伫遮是亲自甲大家分享学母语、学客语，对咱的人生会互咱更较丰富，因为这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宝贝。台湾文化、台湾语言，这是宝贝啦吼！感谢上帝，你看这是证照，我甲你讲的毋是，我无甲你讲假啦吼！你看这是初级的，这是中级的，这是中高级，2冬用2冬的时间哈，你的人生足久长的啦，所以2冬会好啦，会好吼！现在你姊妹。我搁一摆邀请咱大家来学母语吼，咱的台语，咱的子孙甲爱学会晓人吼，咱爱传落去，这是真宝贵，上帝互咱台湾的礼物吼，真宝贵的祖国的文化。所以学客语、学台语、学母语，永远都无嫌袂富，莫甲我讲袂富吼。学语言互咱更较聪明。我有看到一解即个网络的新闻吼，即个医疗的新闻，伊讲吼人吼。无论几岁学即个新的语言吼，会互咱袂得着老人痴呆症呢？会互咱更较巧，记忆力会较好。学一种新的语言是足好的刺激，足好的文化的刺激，是对咱真有帮助的。所以咱会当学新的语言，兄弟姊妹，无论你什么几岁，你就来学新的语言。毋是干那汉人会当讲客话啦，毋是讲。台湾好了，若再人讲好了话，咱今仔日台湾即个所在，咱就听台湾啦，听台湾，咱就是学台湾话。所以兄弟姊妹，台湾是族群融合呢，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讲你去查恁的族谱，你嘛有原住民的系统，你嘛有客家的系统，你好了人，所以咱互相学习，互相欣赏，吼，咱来学更较侪台湾话，感谢上帝。好。我过来分享一样代志，就是阮兜的代志哦。咱拢知影10冬前，国道3号走煞的事件，10冬前，10冬啊啦，10冬啊，吼，感谢上帝，10冬啊，伫10冬前有国道3号的走煞事件，10冬啊，哦，阮的家庭拄着真侪困难，甲调整。迄阵我伫家人无会呢，拄着即个代志，对阮的家庭，甲对阮的家庭、甲教会，拢是足大的打击，有真大的影响，真困难的调整。毋过，伫即个困难中，还佫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甲阮三家弟弟。伫即个困难中，还佫要体会到上帝甲阮三家弟弟。10冬前后来上帝带领我来总会做客家的干事吼，这是伫总会就任的迄天翕的相，我有2个小姐，感谢上帝。我伫遮甲大家分享，一直甲迄阵甲即摆，阮继续服侍主，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为阮的家庭来代祷，伫主的内底会当有气力，赏赐阮会当有气力继续来向前行。
阮即个小姐吼，即个挂目镜，即个吼，即个做牧师娘啦，感谢上帝。虽然爸爸过身的时候，伊读大学吼，读大学啊，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哦，毋通叫是伊伊差5岁咧。伊逐个拢讲冤枉啦，冤枉我是妹妹，差5岁咧呢，吼。但是啊，感谢上帝，即个吼做牧师娘，即摆伫客家的即个普新教会做牧师娘啦。啊，因先生嘛是汉人啦，是吼，那是汉人。感谢上帝。啊，有一天伊甲我讲，伊做一首歌。2个爸爸，我较听介绍分享互大家2个爸爸，伊做一首歌，我讲哪有2个爸爸？你一个爸爸尔。伊讲无，伊感觉体会到2个爸爸。伊讲爸爸足疼我，毋过爸爸就突然怎无去，毋过伫即10年来体会到上帝就是爸爸，天顶还佫有一个爸爸咧照顾我，所以伊讲伊有2个爸爸，迄个天顶的爸爸佫照顾伊。兄弟姊妹，咱庆祝爸爸节时，我知影咱中间嘛足侪人无爸爸呢。毋过咱毋通袂记的，你佫有一个爸爸，就是天顶迄个爸爸，伊佫会照顾你啦。啊，这就是我的查某囝伊所分享的。所以我伫遮也逐个分享讲，咱天顶佫一个爸爸。伫即个10年中，阮体会到上帝甲阮送到伫地，这是主的恩典吼。啊，生2个囡仔吼，孙仔足古锥吼，生2个孙。啊，阮囝婿嘛是汉人的，嘛是客家人吼，是虎口的客家人吼，得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无啥物通好夸耀的，咱只有夸耀主耶稣的恩典。咱人无啥物熬的，是上帝熬。啊，咱客家应尽精神、台湾精神、信仰精神，咱就是无论拄着啥物代志、啥物困难，咱就是信靠上帝。基督徒就是信靠上帝，咱嘛要将即个宝贵的福音来传互更较侪汉人。将所有的苦痛、艰苦来挖靠主，啊，这就是成做咱人生上大的挖靠，啊，这就是咱的幸福。所以，无论拄着什么困难，各位兄弟姊妹，咱来坚持上帝予你的意向，咱要继续勇敢向前行。上帝要引带咱，啊，这是阮的见证吼。好，台湾教会宣告，我甲大家分享2008年啊。咱的本宗吼，咱的平地教会有744间啦，744间。客家中会21间啦吼，原住民教会525间啦，教会数拢总1269间，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哦，1269间哦。咱若甲迄个吼花莲的凤林啦、台东的慈善啦、屏东第2小区的迄个7间的迄客家的教会，佮新德吼中会、新德中会一寡客家的教会，啊，甲阮客家中会教拢加落去40间啦，拢总加，安那算安那加嘛40间尔。各位兄弟姊妹，和乐教会有704间，原住民教会525间，咱的台湾的客家人口好300万人。你看40间够有够？无够啦！所以客家中会一直咧开拓新的教会，伫迄个无教会的所在，搁咧开拓新的客家的教会。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客家宣告，尽咱的气力来帮赞啦。因为咱欠客家宣告福音的罪，传福音的罪，咱要三角来努力啦吼！感谢上帝，我搁一摆邀请咱过去咱的双人教会做真济。若无人比双人教会做搁较济啦，咱伫族群宣告顶面，咱实在是出力真济，无论其他的族群，咱做了真济，但是模范生嘛是爱继续努力，咱要伫上帝讲继续来努力，而且咱支持客家宣告，上帝要将迄个真水的免流放伫咱的头壳顶，要赏赐互咱吼。爸爸旧年过身去，过身之前叫我去客家的溪口，伊讲你去溪口搁看一个啦。我读册迄间溪口国小搁甲看一个啦，溪口国小100年啊，我等去看吼。叫看到吼，溪口真正有一只客家文化馆呢，真正有客家文化馆，啊，毋过迄贼拢落来啊，贼拢落来。兄弟姊妹，咱台湾吼，基督长老教会宣告，关山伫平地伫偏远的客庄，咱拢咧宣告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用爱听乡土的心咧宣告。咱伫希望各族群的文化会当继续发光发热啦。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是好老人啦，嘛是原住民啦，就是嘛是汉人啦。而且我邀请大家伫客家的宣告有份，咱做股东啦，咱有份伫客家宣告，感谢上帝。我唱阮爸爸，嘛唱即个2个阿爸吼的歌，互大家听者吼，这是阮查囝伊的见证吼，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吼。
爱有相爱的阿爸，伊家在天堂，伊家在天上，伊家疼爱有了，伊家看顾条千家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平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我勇敢向前。这首有华语，有台语哈，我唱起以后大家听就好啊。感谢上帝。最后，我用一首，咱的客语圣诗最后一首哈，660首来做一个结束哈。这首歌是美浓的古调，我唱给大家听哈。这是美浓古调，客语圣诗660首，身体健壮，体力强。身体健壮，来体力强。年头的气是大呀么红，一旦犯了病那惨的是我。爱的心又有神那捧，是错了家来心无红，天上的真神。救人的救是我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感谢上帝，伫台湾文化中有客家的文化，有汉人伫阮的中间。阮相信，各族群的文化精神是上帝所赏赐的。台湾文化、台湾精神是真个丰富，是上帝真水的安排。传福音互汉人是阮的责任，阮也决心要三个来拍拼，手牵手，心连心，伫客家宣教有份，愿上帝赐福阮手所做的工，阮的奉献，阮的祈祷，主的恩惠满满伫阮的心中。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